每個人都冇辦法避免有機會遇到災難，所以防災係新一代嘅必修科。我係港人防災必修科嘅作者張清峰。細個遇到一次登山事故，當時嘅我唔識得準備登山用品啦，淨係拎咗唔適合嘅地圖、失靈嘅指南針同埋唔足夠嘅水，跟住就喺叢林度蕩失咗路，電話又收唔到信號喎，最後夾硬鏟林，成手血、成身泥咁樣出翻嚟。出翻嚟之後先至發覺，學校嘅教育冇教我哋點樣喺野外同埋災難中生存。我哋都覺得香港係一個相對安全嘅城市，普遍人嘅防災意識都唔算高。但係隨住氣候轉變，極端天氣同埋災難都會越嚟越頻繁，每個人都冇辦法避免有機會遇到災難，所以防災係新一代嘅必修科，大家都要提升防災意識同埋求生能力啊！多啲親近大自然，例如係郊遊同埋露營，學習同埋實踐野外求生嘅知識同埋技能，同大自然共存，先可以喺災難中增加生存嘅機會。想知多啲防災嘅知識，可以睇港人防災必修科，又或者參加香港求生及防災協會嘅課程。